为什么又是灰色的天空？为什么看不见前面山峰？什么时候才有金色天空？什么时候能见翠绿山峰？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爸爸，亲爱的叔叔阿姨，谁能够回答？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爸爸，亲爱的叔叔阿姨，谁能够回答？我不想要灰色的天空，我不想当埋海下的儿童。谁能给我干净的空气？谁能给我安心长大的权利？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爸爸，亲爱的叔叔阿姨，谁能够回答？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爸爸，亲爱的叔叔阿姨，谁能够回答？我不想要灰色的天空，我不想当埋海下的儿童。谁能给我干净的空气？谁能给我安心长大的权利？谁能给我安心